讲即马诈骗非常严重，这行政院提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草案，要纠关刑责，要求被告爱把这和解金提出来，才有机会减刑。这个草案拢总有21个版本，今仔日伫咧法院审查。那说法部是表示讲，诈骗广告9成拢看伫咧 Meta， 也甲因罚1850万。台湾诈骗抢攻，警政署统计今年11月平均每日受理诈骗452件，平均每日财损1亿9970多万。为强化打诈，行政提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草案，有3大修法方向，针对高压诈欺犯罪提悬刑责，诈欺金额达到100万，处3年以上；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应并科3000万罚金。还有增订禁止条款，被告付还和解金，才应定足减刑。今年1月到10月已经通报了34000件，约70%的被害人能够意识遭诈而停止汇款，成功的拦阻金额达1亿7000余万元。为了加速填补被害人损害，修正草案第46条、47条，自首自白且于一定期间内赔偿调和解全额的人呢，实有获得法院裁量减免刑责宽点之可能。条例分别提出修法草案加上正义版，有21个版本。这个协助诈骗，另外网络诈骗部分所发布表示，看上最诈骗广告的网络平台有超过90%，是并且母公司 Meta。内政部指出 ，Meta 涉诈信息有14万起，已经限车所发布罚1850万。有理会关心，诈团透过网红包装假推荐真诈骗的普设广告，是不是有对策现象？广告费不是给平台，可是给这些网红，他一样可以刊登啊。然后刊登完，其实因为这些平台他们的红利就是来自于使用者的数据流量啊，可是现在他们换一种方式去规避你们的广告揭露，针对于不实的讯息，也是可以去要求他们来进行下架的。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样态，作为他们自己在做 AI 演算的时候呢，可以去事先的去做一个巡检去下架。过去他们大概在这1年下架的这个件数大概超过430万则。另外，银行配合防堵诈骗，透过主动政策，冻结可疑账户。根据统计，经济账户比去年增加12000户，所引起争议。有议会接到真济民众陈情，指账户无故加做警示账户，严重影响生活。尽管会回应，会甲银行警政单位沟通，优化定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